继续来看这件假用修复大体名义来募款，一个土公仔诈骗200万。这个变种业者，也就是咱咧讲的土公仔张君凯，去年被指控用修复大体名义来募款，讲无来的钱要帮忙家境困难的家属，结果唔拿甲钱藏落家己的裤袋底，而且嘛阁甲家属来收钱。 真假两边的钱拢来骗，被害人有几啊百人，这个诈骗的金额超过200万。他做这样的事情，觉得非常的不人道的气氛，那当然也觉得很难过。去年伫有来不幸渡水死亡囡仔，因老母讲，明明当时囡仔大体修复，毋是找张君凯，却因为当时的新闻事件引起大家注意，被摕来做假募款真诈财工具。 私下去进行募款，那也没有募款到我们商家这边。伫通讯软体用文字，互人同情，讲家属真可怜，辜负事件影像，好真的民众被骗去。张君凯用这款的手法，使这家属找伊的时赶快收钱，想不到伊就利用这款的代志知名度甲善心人士募款，真的家属根本都唔知影。现在不方便回答啊，谢谢哈。那这个有。 依照警方调查，这2年来，冒用死者家属募款已经超过12件，汇款的被害人上少有100个人，诈骗的金额已经超过200万。利用民众的同情心，以家己的知名度来消费死者，和家属真正无法度接受。